香港人最中意嘅內地灣區城市有邊幾個呢？由機構數據顯示，近5年嚟，港人置業最多嘅城市分別係中山、深圳、珠海、惠州以及東莞。尤其係深中通道開通之後，香港、深圳、中山通勤就更加方便啦。我覺得中山首先係一個宜居宜業嘅城市啦，區域亦都各自有各自嘅特色。咁今日咧，主要就同大家介紹翻中山北部嘅區域南頭。中山嘅南頭被稱之為中國嘅品牌家電基地，但佢嘅產業咧就多達6000幾間咁多。2024年嘅 GDP 突破咗200個億，榮獲全市增速嘅第1名。換個概念嚟講，平均1公里就1億嘅稅收，28平方公里當中，地均產值就有7.25個億。GDP 增速第一嘅背後，當然係離唔開6000幾間企業嘅發展啦。其中高新企業咧就有146間，億元企業有75間，上市公司有奧馬冰箱、TCL、長虹、海德智能等公司。大型產業園就有雲基醫谷、南頭智能家電創新中心、聯美達、新城雲谷產業園。其中3大百億級嘅龍頭企業奧馬、TCL、長虹，單係2024年嘅1月至10月份，產值就突破咗405個億，大大拉動咗成個南頭鎮嘅工業增長。相信大家了解完南頭嘅產業之後啦，對南頭亦都有咗一個新嘅認知。咁南頭啦，作為一個企業雲集 GDP 咁高嘅區域啦，當然亦都少唔到交通嚟串聯翻佢嘅經濟嘅。咁南頭作為中山嘅北大門啦，擁有1條輕軌同埋3個高速路口嘅立體交通，當之無愧嘅灣區樞紐中心。輕軌南頭站一站就到廣州南，可以去到全國各地；2站就可以到達深圳、香港；3個高速口可以到達廣州、深圳、佛山、珠海等港澳大灣區嘅城市，可以講係1個鐘嘅灣區通勤啦。夜幕降臨，再望返南頭大道，車水馬龍，足以感受到南頭強大嘅經濟以及都市繁華。咁以上呢，就係南頭嘅基建方面啦，吃喝玩樂同埋休閒又如何呢？等我帶大家去體驗一下啦。喺南頭水上公園嘅沿江堤壩上吹下風，再望下日落，感受一日當中寧靜嘅美好。呢度呢，亦都係露營嘅好去處。罐頭藝術花園係由舊廠房改造嘅網紅創意園，歷史與現代文化嘅融合。3、5好友過嚟打卡影相、飲咖啡、吹風，再品嘗眾多嘅美食。各種現沖嘅咖啡店，呢邊可以同大家安利幾間咖啡店啦，淺草、10年、麥咖啡、CP 等等，都係我哋平時會經常去㗎，非常之唔錯，推薦俾大家。即管中山嘅美食再多，但價錢呢亦都係非常平易近人嘅，只要人均50就可以食到各種嘅美食啦。嚟到聚福啦，就必須試下富貴有米豬，酥脆嘅豬皮底下，豬肉又鮮又嫩。孖寶有住南頭甚至中山最大嘅伯母園林，呢度啦就必須要點佢哋嘅荔枝木古法燒鵝啦，可以食到鵝肉裏邊嘅木香。南頭嘅宵夜一條街，大家都千祈唔好錯過啊！有東北燒烤啦、潮汕砂鍋粥、烤魚、小龍蝦等等。落班之後再嚟一餐宵夜，飲下啤酒。產業雲集，交通立體，休閒娛樂，美食又多。仲有更值得大家期待嘅配套，就係我哋中山海亞繽紛城啦。我哋項目作為中山首個超120萬平方嘅城市綜合體啦，集團係投資咗超50個億去打造嘅。咁我哋其中係包含咗大型嘅商場、甲級寫字樓、星級酒店、公寓、住宅、文化中心等業態。我哋嘅商場亦都係目前
中山規模最大嘅一個商場。目前中山首家超1萬平方嘅澎湃超市，中山首家港美力健身房，中山首個中影南方國際影城，愛潮上 KTV、霸王茶姬、喜茶、山上人家等等品牌已經搶先入駐。影院呢亦都喺今年嘅大年初一就已經開業啦，首周嘅票房呢就高達49萬。今年我哋商場啦，亦即將迎嚟開業，亦都會俾大家帶嚟更加時尚、更加豐富嘅生活體驗。聽完我嘅介紹之後，相信大家對南頭、對海雅都有咗更進一步嘅認知。如果你感興趣嘅話，即時聯絡返我哋，帶你現場感受。選擇海雅繽紛城，就係選擇現時繽紛生活。